死啦死啦！究竟哪讲过？较皮的哦。阿东哥，你救我，无爱要无命啦！无命？阿东哥啊，俺哪有讲啊？俺俩爸哦，免人讲啥啦。前面无拿20万哦，我一定要烧下伊啊！阿东哥，拜托啊，加人20万。阿东哥，拜托啊，加人20万，我要买啦！阿东哥。 阿忠哥啊，做了家务啦？好啊，你人也不用拿。就这样呀？好啊！你不要有都不看哦？无啦，无。佢前迄期讲的啦，你去拿啦。顺差天数人啊拿个地位吼。廿钱，通缉就不去了。唔迄本期，迄期拿走咧。嘛个啊？佢挨到死了。有嘛好事的，公家翻条路问天，嘛个咩模式？那有将来，啊不用啊做的，条路啊磨咧。佢有乜样人哦？你们对他了做创造嘛？公司现在唔是做一上班的。佢很好呐，你在公司哦做20人呢，佢想问讲。 没有退休金，知道吗？哼，那一仙钱都没拿到呢。嘛个啊？你1仙钱就没拿到，跟俺去死好了。哎，拜托，不要把那个气氛搞那么僵了。经济不好，当然难过嘛，对不对？想开一点，总是会有出路的。哎，想开一点，日子总是会过去的嘛。啊？哎，阿东姑要烤肉，那就去烤肉啊！哎，三舅，走。 哎呦，那倒是这样。遐见啊，我都睇到边上边死，一三年夫齐齐啊，金铁了，生意带走的，钱也带走的，那就算呢，木的哦，佢还难以贷款哦。 到底会得失去啊？难道会欠去啊？你是不是后悔没有在大陆包2奶啊100万呢，啊包10奶还都有哦。100万，跟哪里这样来哦？以后呢，俺们付你利子。啊，又来了。哎，阿娘，到底迄老妈啥价钱？用嘛变哦？ 跟他讲，这种追法一定是地下钱庄。地下钱庄？用迄老地下钱庄加钱哦？俺股票就手枪枪的呀，个还贵港人还吃饭呢，那聪明来哦，还有40多块钱，俺没加，俺现在上钱了。俺用咩地下嘛地下钱庄，按到幸福家头的。幸福家团，看见吗？被地下钱庄追成这个样子，叫做幸福。行啦，有啦，我这么在你卡电话，好啦，啊，董顾问叫天发油，啊，董顾这叫天发油，不是？啊，你也急啊啦！哎，你作业啊哈？哎，没出来啊？欢迎光临，请输入密码。啊，我是密码，你唔好看。请取回卡片，请选择是否列印日期表。无钱啦！我唔是唔明你呢，你无钱啊！啊，我嘛是伫你卡电话你装钱啊！这期你已经欠2天啊呢，你按算要安无啦，你搁我一点点仔时间，我搁卡电话去装，吼，我卡电话，嘿，怎？又搁是安怎哈？钱嘞啦！无啦，我都无钱。
皮。陈师兄又见了，哎，俺叫我嘛？哎，无几好啊。啊，用的呢？今日人见你啊，小屁屁啊，唔知就是唔知成本啊。啊，个银行哦，世界门咯，放几只一大堆。人讲啦，穷养啦，侬来就穷养啦。因为哈叫人家写了哈，人家来讲安子写，是吧？人求我三春风，求人六月雪。哎呦，啊，把你啊！马牙师傅啦，红娘也是专用的啦，干嘛养就养啊，你弟呢？啊，来弄下来。啊，孙啊，哎，问你，姑娘。董眼啊，有人抢来领导啊。哎，好，对了，好，郭总啊。郭总啊。哎。啊，内底都无钱啊！哎呦，真的哦！我叫伊哦去阮朋友招啦，啊，伊嘛熟悉阮朋友啊，甲斗相共，绝对会成功的啦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拜托，我钱哎，你安用干啥呢？我你背到安用啊？哎呦，那俩没引以两人的事情，行业收人铺啊，冇用干啥了。俺老讲，今日嘞吼，冇人冇好多来去啊，唔知你夹欠员我多钱嘛？该不过查哦，通缉哦，不但也查不黑夜。用我安用了。上班没讲投资嘛，个观光风景区安呢，讲在对面了就做穿台条的呀。观光哦，穿台条哦，俺看去哦，不过偏观光也差唔多啦。前一步哦，还闹到哦，俺差点被吓死。哎，老板，还买个菜嘛？那个沙比斯的花生再来2盘吧。哦，哎，来。谁梦啊？我早就知啊，我了种露台干，做慢慢不用问题啦。睇到后生人啊，便宜又好用啊。我想到我头家按有数，也唔想我为做上做事，为20年。这做20年用啊，啊看哦，抢人啊夹。哎，记得来笔。记得啦，在外读高中的时节，对下后背天上天下个只狗蘑菇啊。就是那个赖比，他现在在开运钞车，干脆叫他把运钞车开过来给我们抢就好了。那小心耶！日光炎炎，朝西风朝五千，20副神龙，脚步匆匆，心慌慌，孤身胆沙哑的匆匆，夜幕带吹，心也烦烟风的灯火来烧暖，指引方向，两个一桩油，一桩秋意浓浓，风清凉吹照，20副神龙，天窗挂路，彼时两间心爱情多也个香港正路冲，雾蒙蒙看清迷蒙个个风，心机匆匆，这样个一桩油。阿雄啊，唔免买东西哈，咁冇事情向啲公诉人咧踢吐出来，有乜事情哦，叫第要讲啦，俺要专心上班咧。某个梯图啊？我有个计划，可以帮我们3个人都解糖，只要3分钟，人生马上变彩色。
嘛个菜色的啊，嘛汤唔色啦。阳雅工厂附近地形图，有看到吗？这一条产业道路是主要的干线，如果这边施工的话，这个车子就开不过去了。只有经过这条小路，才会经过工厂前面。过来嘞，准公，查下迄那边死的。跟你讲，你也查下迄内面死的哦。跟唔就，哎，拨电啊，听哪快点啊，向川姐向我拨电去啊。啊，哎呀，这，我拨电了，我这个拨。等一下，阿东姑，这个计划绝对安全。你想想看，你已经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还会害你啊？啊？我们都需要钱，照着我这个计划进行，没有人会受伤的。3分钟就获税，而且我已经去跟赖皮打听过一些消息。不用啊，可爱的嘛，可爱病，来主题曲，两个。也没嘞，按叫咩下水？老朋友做嘅腔腔，邊度已經快晒？哎呀，快晒来，谁住？係。哎，另外，唔好呢啊！我係保全公司余家明，唔係講真係講笑。讲你们公真的，哎，你讲经济大概就那个。我跟你讲，有个稳定的工作哦，最安全。对。哎，陈师兄，另外，你也公众嘞，啊，咩？听到请问金主投资哎？那因为金主会从天上掉下来啊。我陈世雄，我无咧欠税钱，我欠走。哪里讲？我这个生意可以做呢。啊，那个银行不肯借我钱。啊，我帮你介绍一个。哦，你那个保全呐，会不会很危险？你准调查局啊？做人状况保全啊，真简单啊。我们公司嘅两个，一推五就落来做嘅，好人等，就会靠个推表技术嘅，靠关系，靠关系。特别有给修，哎呀，嘛，难怪这个社会不会进步。哎，不，哎，我那天看你那样穿那个防弹背心，拿那个，真的不用训练。训练？哎呀，我训练啦。哎呦，根本出掉。呀，没有，装到假冲。冇，冇啊，鬼神那张一提的，连电都没有的，不是电击棒呢。真不能冲你。唔会啦，都做10多年呢，我想没冇读过。啊，不酒啊，不酒。酒。啤酒再拿一手来。等一下就来了。还问我几岁？屌架！摆谁啊，赖比？啊，公要请你。哎，那什么店啊？不收信用卡，不收信用卡就按唯一讲得出来。我这10几张你看。哎呦，大招不来，小可钱，小可钱啊！阿伯我你抢来做伙咩？係嘛？啊？妹妹咧，有冇聽來啦？妹妹，哎，赖比，你聽講你唔是上班啊？啊？妹妹啊，上班？什麼班？點解拜一到？拜樣嚟啦？拜西，拜西那也嘛噶，拜比较重要，拜比較重要。不是那个重要，是真的比较重。
叫中。哎呦，哪有搞？每礼拜五哦，所有的钱全部数出来哦。喂，我们要再到总行去呢，后面那几千万，中行都会挨的。有，唔是啦，唔是啦啊，唔是唔会的。那边大礼拜五就看得动啊，俺千万大富翁呢，哎，钱挣慢一定啊千把。喂，我真有钱。喂，我能太散，样啊？真不用抢样啊！啊！不愿抢就不愿抢啊，啊冇有啊样。我哪有讲啦？哎呦，保险工作啊，钱又少，你做这时间又长，我何必辛苦为多一些钱？你买命啊？我那冇安赚啦。喂，你了解啊哈？他们最多的就是电击棒，最重要的是他们一点警戒心都没有。李百恩他们赚最多的钱，就百恩同事。哎，你真有不点了呀！你要按照细猪下马皮呀，马少人去抢啊！韩国唔咩开来，要包银行有卡开啊，讲抢就抢啊！要阿改抢哦，太监要去抢，马少会欠钱。阿东哥，你讲这我当然了解啊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要怎么办？啊？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到头来一场空，你甘愿吗？我们球队也只不过是一个翻身的机会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银行哈，后面都有保险公司帮他在负担着啦，少几毛钱他没有关系啦。可是我呢，我连明天都在哪里啊，那就唔敌哦。我只是求着要活下去，我这样有错吗？不对吗？我跟你一样去自杀，你看好对不？自杀了？阿东姑啊，搿我有讲哦，自杀那年哦，要下14层的往水地狱，还不像中人哦，冇的啦，你莫讲啦。我不点这个不点了，我要赚呢。东哥，阿东哥。阿勇啊，人家讲啊，咁在你做说，你看这个看，你该开玩笑？啊，不然啊，你这个要该我竞争如何？俺们唔提啊，俺找人讲说呀，喊白人讲哈。喂，阿远。陈先生，哎，小干了。歹势啦，下礼拜嘅钱。哦，歹势，我明天拿给你好吧？啊，好啦，那就麻烦侬哈。歹势哦。代表，这些事情就麻烦你了。你放心啦，你交代的事情哦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到好。代表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这样子了哈。
代表，等一下，这罐茶哦，你带回去喝看看。哦，好喝、哦。这样啊？哎，哎，小陈，不用啦，拿什么钱？就这么一罐茶而已。哎，收起来，哎我以后还要再来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这样子了，老板。太客气。我还有事情，我要先走了哈。好，就这样子哈。对不起。哎，小陈，那个车子。好，老板，那就这样子，好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代表慢走。哎，你忙你的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哎，台北啊！哎，台北啊！中台过系吗？来，因為杜可呢？歹勢啦，我有為麻煩咧。哦，唔會咁講噶，你講哦，因為係事情，你前兩個，哦。係安尼啦，上擺麻煩的事情就比較好，當欠錢啦。上擺個麻煩啦，佢銀行個50萬啦。哦，要啦，愛啲啦。該事情要處理啊！好。不過該銀行啊，該經理啊，你講你嘅負債比用超過啦。安尼哦。用卡麻煩啦。歹勢哦。你先講。好，歹勢。我即擺咧開會。我明仔哦，領薪水，我親身送去你啦吼。歹勢，好啦。歹勢。唔係。我甲阿公都負債比超過係啊。超過咧。你嘛啲啊，我都吼是公家班的，又退休金嘛，計50萬吼，你唔是少啦。我是唔會少。中台股你嘅信用絕對冇問題。安尼哦。你就到本來，等一下我有打電話俾你記了，那你就交代一下，還有做得嚟啊，好冇？代表，你真係吼當朝無礙誒。唔係咁講啦，哎，一家人咩？什麼哦？該還有事情哦，好冇？那先來走啊，慢慢好，安尼哦，什麼哦？什麼？阿明該陪人有講話嗎？有，他說最近小額借貸的人越來越多了。該在乜個？張昌遠啊？連他也是一樣嗎？應該是。哎，向總你好。係永辦。哦，安陽哦，跟你有幾多呢？安陽，好，冇問題。搞不趕就做得嘞，嘿，做得啦。哎，你沒地咩？我請來同事天天，有咩同事做？好，看永辦嗰陣打電話俾你啊，好，等你到啊。等一下去公所那邊哈，把茶葉帶過去給他們。他們現在大概連茶葉都買不起了，公所啊，連薪水都發不出來啦。喂，阿平啊，最近若公所的人要來借錢哦，先莫放啊。進前若幫公所的人哦，今日給你處理。你给我撕掉！给我撕掉！不要停！不要停！给我撕掉！给我撕掉！不要停！撕掉！好，我告你们两个伤害罪！干嘛？走没地方！这个要停是不是？好。
干，你别跟他拼。哎呦！哎呦！你做嘛呢？有烟冇？你们总公司哎，没吃啥呢？哎，哎，你追找吗？哎，哎，这种人啊，没有钱没有势力，跟人家拼什么？呀，当年冇啊！
阿娘，你打算做这件事情吼，都在求神拜佛，咁有效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莫乱讲啦，有咩无效呢？大嫂就讲哦，你那个庙的吼，当然，有问题了，拜拜啊就会冇事情。按三煞吼，来拜拜啊，那前面要保佑俺的吼，平平安安，顺时顺时的。哎，走嘞，俩本啊，拿点啊。俩本，心经。你要怎么改？你要帮我超度啊？没啦，你冇谈过呀？没有事在年，省事在天。还有天公哦，让人在等住。俺都冇个事情没被成功。记得了，了，不用省喂，冇事情哦，拿出压拿。第二，操，哦，道理很多了你。还有俩，心经10点卡。阿龙哥，行来收金啊！哎，哎呦，老哥，俺跟你讲啊，一天哦，还按照前世无修哦，你啊生人哦，有没得到了报应呐？死好啦，是冇哦？不错哦，俺想到一步了，就按三煞嘛。当然哦，一三年心经20遍，三煞加起来就60遍啦。按当家哦，个10点卡就难嘞，只要按念下哟，个功德还蛮大哦。个前面要保佑俺哋哦，做乜嘅事情都顺顺利利嘅，错冇？错冇？你神经病啊！你想讲是咪喺开便利商店啊？啊？哎呦，天气起啦，晚上有啥？没有看天空的面色，也无人啊，安尼天数啊。按人样来讲，安尼有样会做啦。看面色爱扑咯。我最近看到面色是看到咁样退回。好啦，莫说按多啦，隔天呢就来做啦。按样来做。OK， 阿远，你去跟车，跟一次车，时间、地点给它弄清楚。然后我们再研究看怎么办。俺那唔讲，该运桥查路线哦，俺咩都清清楚楚啦。咁樣啊，攰到停咗轉就走，唔掂喎，一死煙啊！啊，停咗轉就走，中啊，係冇本人發現咧。最重要哦，發現一下哦，邊工廠附近係好通順嘅地方。哪位啊？cái產業到到後喎，沒有隻公園咩？佢轉頭頭不見過嘅，追嘅啊！哦，其實公園人按度啊！你媽拜託你喂，我係啲工作做20人嘅，那隻公園去到血門呢，那永冇人咩唔掂啊！我叫咩啊？停個轉頭頭停停咯，我等等就去個公園看。阿成看下嗰條路哦，要一刀嘢一刀菜，唔到點啊？我等到一叫呢，等到哦個貴寶嘢就發槍嘢。喂？我等到貴州邊哦，冇班台菜，我有啲做啦，係啦，我都有啲種錢啊。咩啊？有啦，我哋呢種啊，即乜經濟無好，大家都嘛歹趁錢啊！啊，我哋朋友都係啦，係啦，有啦，很快種啊，快啲，快啲。
龙武啊，你的总裁哦，很好吃喽。哎，好吃好吃。啊，不用做的啦，好吃就尽量吃了，吃不会呛啦。哎，讲下伊。你就想看啊，这条路哦，根本都无人行啊，这个同事最好。路线还唔是改啊？你靠天富圈冇人搞，福圈哦，马街就冇啦，只有偏手的。不是哦，我有一偏手看啊。我这个偏手等下，结果，嘿嘿，班上有嘛。阿贝啊，你拉链没拉？啊，阿贝，我说你拉链没有拉。俺老唔得讲啦，你下条路哦，俺咩都清清楚楚的啦，你俩通数哦，绝对超开啦。有样系通俗的好地方诶。我喺啲工作做些啦，第一比你哋遐多啦，糖啊就超累啦。不过，运钞车准嘛该停在那边让我们抢嘛。啊？系啊。也美嘞，啊叫下架水，啊朋友做个油料，印都印白晒。放心，运钞车一定会停多给。一支、两支、三支，哟，清枪的吼！哎呦，红外线这样，砰！哎呀，你在干什么啦？一支多少钱？棒子，一支棒哦，三斤棒，三支棒哦。一斤是。哎，阿爷，好吃的来咧。阿龙哥，哎，做的菜俺最好吃。好吃的是家头的呀。哦。我什么？跟你说话，是个事嘛。安心呐，奥利都这个事情不就是讲说是清清肠胃吗？啊，要把赖皮头打破。哎，你没良心的你啊！啊，冇啊。只要个爱心便当箱啊，哎，追胎问题就没问题啊。追胎问题就冇问题。田公里一切照计划进行。佢其實反抗哦，我冇同我自然呢，個自然要做去管呢。江秀都沒落做哈。哪會啦？然后你讲啊，赖皮奥利都的时间，就是我们同宿的时间。哎呦，你用个地点足先的吼，因为吵，今天我做个骗手去奥利都。
等下就给啊。哎呦，阿东，搞啥眼睛？搞什么呀？哪种事情啊？呀， 3分钟。不用太多的啦，一般就好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一般就好嘞。一般，拍谁啊？阿燕，拍谁啊？一般就好了，一般哦。阿燕啊，小声一点啦。太多了，不会啦，哎呀，这不会啦，来，做嘛呢？哎，阿兄啊，哟，你在什么？哦，俺都俺马该讲国语啦。昨天了。哎，快一点了，叫了。不是你上次不是讲那客家菜难吃吗？我刚好放在这个便当东西啊。哎呦，你来吃。按不好意思。用电话忙是吧？嘿嘿嘿，他是这样。哎，干嘛来啊？干嘛来啊？哦不，俺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转。哎，阿兄啊，来。哎，送白给妹妹啊，喊你落去。OK。好，打电话过来啊。好啊。好，你赶快吃，赶快。好，什么案子谁哦？好说，赶快吃。好嘞。哇，做嘛了？又买瘾了？又好谁了？好谁了？哎呀啊！等一下你要跟车哦，记得哦，跟好。当然嘞。走，现在。来，我们先去公园。小声一点啊！阿爷，今日唔是上班哈？阿叔婆，哎，我今日有事情请假了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有限将来不卡泡茶啦。好啦。哦。2分钟，休息一下。
燕，阿燕啊，阿燕，那係你冇聽到啊？你暗號天做乜個水字啊？你頭腦有手震啊冇啊？有冇落水？沒啦，我講師傅嘅伊啊，佢醫生有講呢，佢只我是安太好，我使得不啱啦，我樣要作水醫啊，係啊。哦，醫生咁樣講哦。係。哎呦，你基本上冇上班哦？我不用了啊。嚇，咁樣啊？係。我嘅嘟嘟好，你攞個停辦東西啊，那個老人家吼辦唔讓啦。做唔得啦，我有事情，我等我下呢。拜託你下啦，那個老人家吼停少一下啦。見面變做咩咯？上院康係啊？嚇，行啦，冇啦，嚟，做工啊，行啦，做工。哎呀！阿燕啊，阿燕啊，阿燕啊，是你哦，今天是春天差的天啊，係啊，愛啥辦唔讓啊，係啊，那拜託你啊。阿燕呢？阿我聽，阿燕呢？你是講，我做到阿燕喺呢出來哦？哎呀，你窮神還是靠你倒台啊？咁就吼，你查牌007哦，當然啦。我送你哦，當下講嘅乜個龐德啊，你有看到啊？個蟲啊，阿爺諗咩默契啊？我沒地掉嘎啊！哎呦，阿爺咁樣寫這位。你是在家在美国去修无啦？我到阿雄都公園開片，看來位查的4人過來，佢真係做位雙片手呢？你做哪位嘢啊？沒啦，我哋嗰邊哦，諗住就講聽住辦東西啊，佢辦到嗌數哦，要團你嘢，連個作水伊哦，佢就你嚟出嚟嗌啦。既然講哦，我喺查牌哦，聽紅煙嘅啦，你係用緊啥咯？这样子人家认得出来是你了。我们这个车子这样，别人也认得出来了。咁嘢意思，要去調查啊？佢調查要多條罪呢？做唔得。拜託，你呀真係一睇聽，你條馬查查，睇下邊認得出來。喂，车牌一定要拆下来，到时候我们的车一定要改造。哎呀，改啊！想揾人救啦！
不一定。来嘞，来。哎，三把不赢。方法不一样。哎，来一来。好。这对呀，后天呐，OK， 你擦开头呀？哎，来咱天秀，快！中啊，要修完了，俺手机收入地波一，那还掉，绑一了啊！拜托啊！走开了！哎呦，有人调查！有人调查了！你看，哎呀！走快！快啊！用这没有？看遇到这，我就去，哎，一戳他走了，哈，哎，你贴什么贴？这是多少贴的哈？切！哎，你到多少做嘛干？冇啦，嗰收拾哦，收到我都係地方。哎呦，班長係慘，我整到佢慘好。啊，上啦！哎，要不要换你？有冇放阿爺？佢見到工生人，好似你先嚟，佢反正被認出來，你話啥？你幹嘛幹啊？又不是叫你去搶銀行。我已經就2個字，他們會認出我來了。來，哎，嘿，太危險啦！阿東姑啊，阿東姑，聲音哦。你哪转来这么赶？啊！哎，来比抢价咩？要同事讲佢上礼拜我哩都学了还蛮好。佢了啲小嘢呀，咁昨天就冇辦才有咩？等下，哎。做嘛？係啊！哦，太忙！太忙！好。在哪？来，帮我把这个铺好。今天不管是谁开运钞车，经过这里叫他停下来。这钱我要定。快！
弟呀！是谁那么没良心啊？看我们车爆胎。阿雄，你冤條茶嚟？阿雄，佢冤條茶。俺兄弟呀，这场20分钟前应该就收到了。俺兄弟呀。哎，那边，俺弟，哼哼，你弟嘛个？啊？俺呀，唔但抢弟嘅运钞车，让我忙。俺弟，你还记晒？让我弟那边。哎，阿皮，唔係咁講啦，唔講乜嘅哦，啊，同情是他唔識啦，俺了當就經過了，拄到佢兩啥，啊，你冇事情俺來做啦吼，安尼啊？嗯，什麼慢慢嚟講，俺來做。同學，你人有發寫誒，今日3禮拜你都咩拍拍來嚇？啊？哎。啊哦，賴皮，原來第一個禮拜就低了。有沒第一拜是你的哩？哎，陳世雄呢？萬好行，後點兩晚送飯條辦法。哼，跟你做班24連吃6禮拜呢？我笨蛋啊，挖到啊，你都來啊，就加8萬好用，忙啲。原来是，等我们抢了以后，你再跑过来跟我們21天作5。哎，發講了堂弟。堂弟啊，大家同學嘛，係嘛？誒，周哥講嚟呢度嘅人係捱呢，唔對個孔面上，內容有乜唔錯？買人哋嘅3張牙帶，連8粒屁卵都冇，冇見事。冤條茶，不要騙我，冤條茶啦！話要講到盡題，好定人哋冇搶晒。阿毛啊，你都了太啦。那裡有最新消息哦，下禮拜一啊，嗰台運鈔車啊，成個千容易嘅，查行啊，千毛就有2000萬哦，人哋啊，每3年都得分500萬。係啊，誒，那算好嘅啊，人哋話，像啲嘅路行啊，吼，鋪定咧，啊製造一台假車禍，點啊？呢樣時啊，車會停下來，啊人哋衝就卡出來，睇馬西生黑馬幾個，通通不許動，哎呀！嘛叫做 OK 搞掂，好犀利。我看吼，少年啊，像300都冇上嘅，一天吼，那天公唔讓人哋聽數啦，冇想本人哋吼做反應啦，人變人哋吼一條路下，佢人所提防，係嘛？啊，不錯吼，啊冇搶嘅。
有枪哦，你三大枪，冇伤害哦。嘿啦，看来啊，安尼根本唔免抢钱的了啊。好赢做唔上，坏赢也做唔上。啊，看啦，多了就少的啦。啊，我先做的。错了，阿东，阿东哥啊，我是人家的准兄弟一样的呢，啊，怎么没俩出息呢？嘿，伢的冇那准兄弟啊，好啊，走了。我条家跑不亲兄弟，我这3礼拜啊，有没有引来力度啊？快退了啊？给我。系啊，我唔哪个，做点麻烦，人会听说完冇？好啊。今日你啊？啊。有东西要记得拿哦。啥意思？反正你三个房间安度，限定咩限定啊？你真来啊？真来。这个手表不值什么钱，不过是我年轻的时候赚了钱给自己买的第一个礼物。我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个，送本。好啦，那手表我先让保管。好。其实，那丽莎，迄个爸留本来的，本上，迄人我老公向下做。不过过无几多年，金毛宝的投资全部失败，所有的钱面了抢抢，就存到一间丽莎。这两事哦，佮当伊做遇到钱的事情都给受理，我就空起了养起了投资，结果
有一年，寄出了一种字条本来，印出这个，都见无声无息。其实这每年上的学的某一天的钱。好啦，遐输白的吼，我出是人保管，不过我记得转来拿哦。两位。你成面呆盲啦，脚底拿出嚟啱啦，按掉四條卡哦，很盲黏呢。我知道禮拜哦，老王伯冇空用，萬一出事情吼，你倆成員吃飯就唔是錢嘞。禮拜冇發出來，就是棺材。阿水爸，水爸，你哪了？冇看電視哦。冇看電視。台灣友，那電視這樣看啊？喂。发布一则最新消息：新竹县六垦乡兆富银行分行爆发掏空资产内幕，担任六垦乡的乡民代表蔡广书涉嫌超贷5亿，造成兆富银行的财务危机。目前财政部正介入调查。消息传出后，造成民众恐慌挤兑。但是由于掏空金额宏大，目前兆富银行已经暂停营业，让许多存户求助无门。据了解，此次涉嫌超贷的乡民代表蔡国书，同时也是兆富银行的董事之一。但据调查指出，蔡国书竟然同时经营地下钱庄，以幸福借贷公司的名义，常年在地方上放高利贷。据传该名乡贷可能已经潜逃出境，目前警方已经传唤他的诚信助理到案说明。
关系耶。系啊，用安用哦。掉起来，免啦，你哪安尼创哦？啊，你没都会死哦，妈个屁都冇。然后一通天发，天下天咯，钱都全部增加去。每天哦，你都陪我去爽。今年两个很不加团哦，不特别好。你真的幸福了，你的钱哦，不是还。嘿，很矮子讲啊，那新年是点卡有用错嘛？有用错嘛？有用诶。嘿嘿嘿。我系啊，老家要30万呢。你叔哥，哪来啊？系啊，就样看吼，拍天慢了吼，要表那银行钱当多呀？都30人烟来的啊！看，哪是冇得的？那种果子哦，从按多年来吼，提一摆风采是这啦，这暗布天天，果子穿打墙墙，那干苦的是什么慈善呢？多么就咪种30年来，那礼拜吼就准係风采好拍啦，你的就咪果啊？行啦行啦。哎，你心計要慳麼？有啊，有限啊。當好，聽喺度咁單停辦東西啊！好啦好啦，嚟啦嚟啦。哎，怎样意思？有工钱吗？壓破人開，你心計嗬，成日先得爭喺呢度咁樣嘢啊！啊，到今晚我損死你！哎，结婚行得去公园不？我唔知啊，寒带同庆，唔知伊嘞。后来嘅二子生开船塘做头家，后制作生意抢一般上嘅安简单，一般也有个贴，开一家多一家。不知负债又天天开无卡，底下嘅二子生，34年嘅阿爸，天气坏生意难做，多带爱去养家山，好在还有才华，下个个月也不差。转一年已经继续哎，求见了，生意好嘛？哎，求见求那边，你是什么改？要讲。什么马盖啊？哦，今天有带一盘啊。走等我。好。喂，这次不要给我拉里肚啊！不会啦。